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24，旧历的8月初8，礼拜四。这个诈骗集团为着要来闪骗到诈集，竟然到南投武界山顶来设机房。想讲这个警方袂遐尼啊半工，到遐尼啊远的山顶买溜去掠人，所以这团诈骗集团就经山顶会当收到信息的所在。 搭铁皮厝的机房，而且伫唯一的一条对外产业道路来按监视器。特勤小组就今日甲因拍青镜，是全副武装撇开产业道路，行15公里远真围的山路，总算甲诈骗分子总抓起来。特勤维安小组人员全副武装派装备，行15公里，才行到武界山顶的诈骗机房。 警方入去到机房时，诈骗集团的成员都甲被害人咧讲电话。警方赶紧甲对方讲这是诈骗的，无虾米中国公安。小姐，你不用担心哈，我来跟你讲，我是台湾的警察，你是大陆的哪一省？因为我们发现有诈骗集团打给你，然后我们刚刚撞进。 这个以涉嫌罪嫌为首的诈骗集团，为了避警方，走去南投武界山顶设诈骗机房。人讲远景袂行遐远，而且伫为对外产业道路顶有设监视器。在沿路3公里处及沿线设有监视系统，以监看外部的动态。 警方讲，这个集团的成员拢禁止出外，干那主嫌会使一礼拜落山一摆，买一寡物件甲生活用品。虽然讲控制甲遮严，不过警方撇开产业道路，铺草开路入到机房，将所有成员拢抓起来，依照诈欺罪移送。